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一寡地头开车惯势讲塞车，有人讲原因就是因为塞甲放塞这个塞共音，听起来较无好听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塞车的塞，读书的塞第二条。读塞这是读白音，塞就是开的意思。一般咱会当讲是塞船、塞车、塞火车、塞回零机。较特别的是，古早塞船，因为一般是帆船，用风来互帆船振动，所以有人讲是塞风。另外，形容无目标的船，真冒险的行，古早讲是塞无头船。这个文音读作驶，像驾驶，咱就读文音，意思就是塞车的人。嘛会当讲是司机、运将、运转手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塞船，也就是开船、驾驶船；第二个词读作无牛塞马，字面的意思是讲无牛就骑马来代替，意思是讲无鱼虾嘛好，无上好的咱就拣第二个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段旅游本地想讲塞车过去行行咧，结果车煞未发咧，临时无牛塞马去渡船头坐渡船，塞船的船长唔那专业，也佫会介绍旅游风景点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作塞，这是白音；另外文音读作驶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